你说这什么情况？听说是摩天跳楼的那个，公司不愿意赔偿啊？这来闹了呗？摩天惹上大麻烦了呀？那可不是。来了多久？有一会儿了。看来我是真的错怪那个猎头了，至少他还有心，不像有的人狼心狗肺。万总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，你就这么着急当叛徒？你属狗的呀，见人就咬。他和嫂子说了什么，他自己知道。走，不理他。对呀，肯定不能这么对人家。对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能这样就解决了呀？我有个电话要接。行，正好我要去查点东西，说不定有大惊喜，你就等着吧。给半小时之内，我要那些人在我眼前消失。这位小姐，您离开这里，我要工作的。赶紧走，我要走了。我又没有做什么过激的事情，你们没有资格这样对我。放手！放开！您配合我们工作。放手！放开李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李小姐。什么人啊？比我还快。李小姐，郑总在车上等你。这阵头不小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想多了。这就是你想到的办法啊？叫你的人赶紧回去，我是在帮你，离我远点儿。好久都不见了，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说话？你算是你们家的长辈。你听着，我替你父亲工作，帮他赚钱，不代表我可以受他女儿的嫌弃。你不想搭理我，我也没有兴趣应付你。你最好安安静静的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下午还有2个会，没时间跟你浪费。你父亲出差了，由我来跟你谈。他到底想要干嘛？帮你。准确的说，他觉得你应该玩够了，该回家了。姐，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我只负责传达，不负责倾听。他是不是觉得方达的事情他没有插上手很遗憾呀？他现在想要换种方式逼我妥协。你们和周总的关系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早就跟他说过，这么明显的曲线救国，你肯定会看得出来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看出来了，说明你不太笨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让你的人赶紧走，我已经够忙了。给我。我打赌你会回来找我。做梦。小王，郑总，这下怎么办？秦总让我们一定要帮林沃小姐渡过难关。如果秦总的方法有用，他还能跟女儿这么多年僵持不下吗？让他们都上车吧。那我们真的不管了吗？他会回来找我的，一定。